今期嚟到深圳石下地鐵站附近，呢份飽到要扶牆嘅攻略請收好，安排得明明白白。第一間嚟食個糯米糍打底，幾十種餡料任揀，每個都皮薄餡靚，經典口味同雪糕、水果系列我都試勻晒，佢嘅糯米皮真係好好食，Q彈有咬口又唔會乾爭爭。第二間去食揭陽菌果，一份4條16蚊，有成10種口味可以揀，中意嘅仲可以混拼，淋上靈魂醬汁，鹹香，好滿足。鋪頭仲有潮汕腸粉，太愛呢種皺皮嘅粉皮啦，薄得嚟又爽滑，燉湯都係真材實料嘅先。第三間食呢間人氣黃乾蒸菜，超多人食，店員話全部都係新鮮醃製，猛火乾蒸，唔係預製菜嚟，超級推介呢啖豬頸肉，焦香嫩滑到不得了。仲有脆皮蜂蜜雞中亦都好食，中意食花生油撈粉嘅一定要試下佢，特別香嫩爽滑。第四間去飲個周太靚湯，開咗10幾年嘅廣式煲湯老店，每日都會更替唔同湯品，味道好家常，原汁原味嘅地道鮮美。我仲嗌咗臘腸肉餅飯，好餸得飯。Follow 我哋，帶你哋食勻大灣區美食。